繼續來看美國甲伊朗的局勢。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奇佇咧12日時陣受訪講，按算甲美國簽結束戰爭備忘錄。不過雙方對協議內容的講法有爭差。伊朗要是堅持控制荷魯茲海峽，也那以色列總理是俄羅川普注心限制伊朗的核子計劃。美國甲伊朗談判已經2個月過，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奇10日接受當地國營電視台訪問的時陣表示，雙方簽署兩個備忘錄 MOU 來結束戰爭，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來發生。那達成共識，會在各自的國家用穩固方式來簽署。阿拉奇補充講，雙方簽署了後，會互相承諾，美國發動任何戰爭，佫會在60天內啟動第4階段談判來達成最後協議。另外，談判內容會在伊朗核計劃甲解除制裁條件等。除了阿拉奇講，簽署 MOU 嘛這麼接近，真濟美國媒體也報道，美國高層官員也表示，美國有超過80%包含未來幾個月內會甲伊朗簽署 MOU。Has the Supreme Leader approved this deal, sir? I understand the answer is yes. 官方伊朗通訊社報道，伊朗堅持控制荷魯茲海峽的交通。阿拉奇受訪時陣表示，伊朗未對國上船收過路費，毋過收服務費，而且伊朗遭到凍結的240億美金資金，會根據協議被解凍。毋過，這個細節內容甲北京官員的講法互相矛盾。法新社報道，美國官員講，伊朗已經同意銷毀濃縮鈾庫存，而且開放荷魯茲海峽。在伊朗無履行承諾進前，任何資金攏未被解凍。另外，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是在10日強調，伊也是以色列總理，伊朗就想要高呼核武，對美可能達成協議。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茲表示，以色列愛確保未來應獨立行動，阻止伊朗提出核武。من صراحتاً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و به دنبال مستمسک‌هایی هستند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رو به هم بزنن. 對以色列一直攻擊黎巴嫩南部都市，伊朗嚴厲批評以色列攻擊是違反停火協議，破壞外交進程的帶頭人。路透社報道，伊朗堅持認為甲美國 MOU 同時愛包含結束黎巴嫩的戰爭。公視新聞新竹報導。